最近好多人都講緊養龍蝦，呢家就1分鐘拆解下養龍蝦係咩？點解咁多人去裝？但同時又出現卸載潮，甚至有收費卸載服務。養龍蝦同平時得個講字嘅 ChatGPT 好唔同，普通 AI 係單向式顧問，但 OpenClaw 可以係行動派員工。你只要俾個目標佢，佢會直接控制你部電腦，幫你上網網料、覆 email、整理 file，甚至自動寫 code 自動化，幫手處理重複同日常工作。可以話係個免費嘅24小時虛擬打工仔。但係最近有不少用戶反映龍蝦將公司資料外泄，同埋自動刪除電腦檔案，有發現有27萬龍蝦用戶具嚴重嘅安全風險，導致最近出現咗大規模嘅卸載潮。因為指龍蝦有你部電腦嘅底層控制權，網上已經有超過17%嘅外掛技能被發現，係惡意程式，一裝就會靜靜雞偷你密碼同機密文件。最慘嘅隻龍蝦深深介入咗你個系統，普通 delete 根本清唔走。底層設定，而家市面上竟然衍生咗一門收費卸載服務，專門幫人清龍蝦。咁究竟應唔應該用龍蝦嚟幫手做嘢呢？留言 call 發你完整版懶人包，睇下龍蝦 OpenClaw 可以幫到啲咩，同有咩注意啦。